果收到啲客戶嘅訂金，我哋可以入到嚟 Sales Account Receivable Menu， 然後喺 Data Input 裏邊再選取翻 Customer Debit Quick Look and Others Menu， 入到嚟之後再選取翻 Customer Sales Deposit Entry。當入到嚟之後，使用者最先要決定於而家我哋係會做一 New Transaction 新增交易，定還是二 Modify 修改交易呢？好，我哋選擇一 New Transaction， 然後下邊嘅過賬方法，系統已經原先設定咗一種 standard 嘅過賬方法噶啦。系統之後可以俾使用者設定於更加多嘅過賬方法。我哋而家就會揀 Normal Posting Method to GL， 之後會有 Deposit Prefix。如果多過一個 Deposit Prefix 嘅話，使用者可以用下箭嘴加以搜尋。下邊係 Deposit Number， 系統會由最右手邊個位數字加一，而家會係 CP-00000006， 而下一張就會係 CP-00000007， 而下邊就會顯示今日嘅日子。之後系統會要求使用者輸入翻一個 Customer Number， 如果使用者已經知道 Customer Number 嘅話，係可以直接咁樣打上去。但係如果喺完全唔知道嘅情況之下，我哋可以喺 keyboard 上邊選擇問號，然後按 Enter， 系統就會出現一個 table， 而 table 上邊就會有翻 Customer 嘅資料。Customer 嘅 name 係會以純英文字母咁樣排列出嚟嘅。我哋可以利用下邊嘅 Change Index， 咁樣 table 就可以by telephone number 或者嘅 customer number 都係可以嘅，同埋 keyboard 上面嘅上下箭嘴亦都可以加以選擇。好啦，我而家就選取咗 C-001 呢個 customer 啦。之後喺呢邊可以打翻究竟公司係俾咗邊張 check number 或者係 reference number 我哋啊。按 Enter 之後 Deposit Amount， 我哋收到人哋公司幾多嘅 Deposit Amount 啊？咁喺呢度就可以打翻上去啦，25,000蚊。另外係邊個 banker？ 之後我哋可以輸入翻客戶訂金輸入嘅備註，呢度會有3行可以俾使用者輸入翻，而每一行都有75個英文嘅字母。咁當然亦都可以使用我哋 keyboard 上面嘅 F8 功能鍵啦，系統就會出一個 table， 咁可以俾使用者選擇翻適當嘅 remark 打上去。最後下邊使用者可以列印一張正式嘅收據，我哋可以 preview on screen 咁樣睇睇。咁一張 deposit 嘅收據就可以列印俾客戶啦。當完成列印之後，我哋可以選擇 update 掣。咁呢個時候系統就會自動彈出傳票，咁我哋就會見到下邊客戶就已經俾咗25,000蚊訂金我哋啦，而我哋銀行亦都會存入25,000蚊
到最後只需喺下邊撳翻 Post Voucher， 咁樣成個客戶訂金輸入就已經完成啦。